乡亲继续要来讲中部的芭乐，因为风台甲低温的影响，敢若开花无结果，产量大大减少，价销全涨悬，1公斤为42块起到61块，起4成，结果将做查拉的目标咯。这个种芭乐种真济，这个中华社头最近2个月已经发生3件芭乐的窃案，芭乐红头版100多公斤，警察咯真厉害哦，3件拢破案咯。 看我把你带回去哦，哈！高地偷开车的查甫人，互警方铐起来，因为伊涉嫌伫中华社头一区芭乐园偷慢人的芭乐。你涉嫌窃盗案哦。警方讲，当时接到报案，有人偷慢芭乐，就随到场抓到这个姓肖的查甫人。虽然查甫人讲是家己买办来车的，也毋过因为伊偷慢伤势烈，警方怀疑讲伊是要提去转卖。约20公斤的芭乐。 当场逮捕萧姓嫌犯，全案依窃盗罪嫌移送彰化地检署侦办。根据彰化电中分局的统计，今年1月到今已经发生着3件偷办芭乐的案件，拢总有100多公斤的芭乐互偷办去。警方理由讲，可能是芭乐起价的关系。来到市场，水果摊业者甲民众拢讲，最近的芭乐真正有较贵。因为上个月其实价格大概落在45块左右，那这个月的话。 65元，反正我买的时候大概就是45啦，一直到最贵好像买过70，对不对？来看农产品批发市场网上的数据，对去年12月到今年的1月，芭乐的价销对每公斤42块起到61块，起大概4成。规基龙讲，是因为去年抓人真侪风台，寒人搁当着低温，芭乐敢若开花无结籽，才会起价。 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